或者殺頭嘅標準，所以不斷對師生施壓。於是咧，老師不斷咁要求學生做練習，不斷咁樣補課，唔識都要操到識，務求提高達標率。14年咧，教育嘅報告就指出，有70%嘅老師因為呢個系統性評估，每個禮拜為學生補課超過2個鐘，更加有高達97%嘅老師要求學生購買平均每年3.1本專為個評估而編寫嘅補充練習。當學生由小一開始不斷咁樣操練，佢嘅達標率年年上升。教育局咧亦都同時不斷咁樣加深所謂考核緊學生基礎能力嘅試卷。難到有成70%嘅老師都認為試卷必須操練先至應付到，根本再反映唔到學生嘅基本能力，完全冇參考嘅價值。由14年開始咧，教育局只係會向學校發放每條題目嘅答對率，學校根本唔知自己整體達唔達標嘅時候，佢係點樣作出自己嘅教學方式嚟改善呢？但無奈係咧，教育局又拎住份咁難嘅卷去做標準喎，加深俾學校嘅課程指引，於是學生又要再操卷，又要再補習，情況仲比之前更加之嚴重，最後不幸咁形成咗惡性循環。第二，死記硬背，扼殺學習興趣，不利學童成長。德國心理學家艾力遜創立嘅人生百家曾經講過，兒童喺6至12歲嘅學齡期，除咗要學習書本上嘅基礎知識，更加需要均衡發展，發掘自己嘅興趣，以免有過長嘅學習壓力。但無奈喺評估之下咧，有學校竟然要學生1年考成12次嘅模擬考試，對答案之後要換咗去，下次再做過。故事媽媽親親大自然走出校園呢啲互動咧，通通冇晒，又點樣培養到學生嘅學習興趣呢？09年學生能力國際評估查出到，原來香港學生傾向死記硬背，全球背誦指數第1。但最諷刺嘅係，原來佢嘅閱讀興趣全球排名係最低。點解學生只係識得背書而唔睇課外書呢？原因係由6歲開始，教育制度已經扼殺咗佢嘅學習興趣。其實今日如果要做到檢討教育方針咧，比起現時更加之完善嘅學習表現評估，即係外評咧，一樣做得到。因為佢唔單止睇學生嘅統測成績，更加會觀察埋學校管理與組織啦、校風、學生支援等等，全面咁樣去分析呢個學校嘅教育質素同埋政策，比起呢個全港性系統評估更加之可取。最後只係想問下方同學，當教育局咧今日不斷咁樣強調成績係唔會用嚟做任何嘅比較嘅，咁到底要全港唔同水平、唔同能力、唔同教學方法嘅學校考劃一嘅試意義喺邊呢？係咪要到師生有嚴重嘅壓力，更加扼殺咗學生寶貴嘅學習機會，亦都在所不惜呢？多謝各位。主辯發言時間為3分55秒，無超時無需作分。而家請查開主辯，將會有4分鐘嘅發言時間。主席、評官、在座各位，大家好。聽有方同學主辯嘅演辭，發現以下2個問題。第一，原意誤解。今日有方要全面取消，原因就係老師、學生有壓力。但壓力嘅源頭並非來自全港性系統評估，而係對制度嘅誤解。全港性系統評估嘅原意係了解學生嘅基本能力，評估佢哋可唔可以循下一階段學習，並非要學生因為操練而獲評估。由此可見，因為誤解而要全面取消，根本唔合理。第二，問題優化。今日有方同學忽略咗辯題中最關鍵嘅字眼全面取消。其實2014年教育就全港性系統評估提出咗優化方案，當中包括取消咗發放學生基本能力嘅達標率，以及將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較嚴進行等，目的都係釋除誤解，令全港性系統評估從不求比較嘅正本。而以上優化方案嘅效力根本未完全發揮，試問有方同又點可以一刀切全面取消呢一個政策呢？相反，我方嘅立場比有方同學更明白全港性系統評估嘅本質，明白坊間正因為誤解而帶嚟嘅壓力，就話要全面取消。而事實上，全港性系統評估嘅價值依然存在，並唔可以話有誤解後就要全面取消。所以今日衡量辯題嘅標準係在於，究竟全港性系統評估呢一個正行之有效機制，係咪因為一個誤解而突然變得毫無價值，就要全面取消呢？如果唔係嘅話，就應該保留全港性系統評估。我方之所以認為全港性系統評估應該保留嘅原因，可以從法、理、情3方面論證。第一，在法方面，機制原意，全港性系統評估出現其中原因，就主要係由1987年開始推行嘅學能測驗。呢個教統籌委員會指出，由於學能測驗會影響小學生升中嘅成績，導致形成操練成風嘅問題。全港性系統評估正就針對呢一點作出改善，成績只係作參
參考，以減低因為不斷考試而操練嘅問題，並可以評估中小學嘅教育成果，從而有助制度上嘅優化，一直行之有效。正如教育局局長吳克儉都強調，全港性系統評估只係作教學參考，並唔會影響排名。反問有科，原來之後學校一直用錯方法，會錯意，咁都要全面取消咩？第二，在理方面，經濟價值。根據香港教統籌委員會於2000年發布嘅教改革報告書指出，全港性系統評估係一個標準化嘅測驗評估，重複上屬於種子性報告，並非坊間認為嘅種子性報告。全港性系統評估嘅主要目的係令政府了解本港學生嘅學習水平，而發放嘅數據亦只係令學校同老師知道現行嘅教學模式係咪有成效，從而作出檢討同改善，最終提升整體教育水平，惠及學生。加上全港性系統評估並非香港獨有，美國、澳洲、加拿大等教育水平較好嘅國家都會推行類似嘅政策，令學校可以從中進行檢討。反問有方，究竟全港性系統評估嘅本質上存在啲咩問題呢？第三，在情方面誤解機制，坊間以為全港性系統評估嘅成績就等於學校嘅等級，所以就引致有方同口中嘅操練同壓力大嘅問題。但實際上，即係原意同手段出現咗偏差。根據2008年考評局嘅調查指出，96%學校認為數據有用，可以及早了解學生嘅優點同埋缺點，避免將學習問題累積至更高年級，長遠對學生都係一大利處。加上教育局副秘書長陳家條都指出，學校嘅誤解點透過2014年推出嘅優化方案解決。點解有方同要咁武斷，唔俾時間優化方案去運行，要硬性一刀切去全面取消呢一個政策呢？再反問有方，既然取消全港性系統評估，有方有咩具體方案可以取締呢？多謝各位。各位大家好，今日我同學咧出嚟就同我哋講啦。其實咧今日嘅問題咧源於乜嘢啊？源於老師誤解咯，源於學校誤解咯，對制度上嘅誤解。咁有冇同學又諗住點樣解決咧？有冇同學口中嘅優化又點樣解決而家嘅問題咧？唔通所有老師講咗10幾年嘅時候都係誤解呢一個，仲唔係教育局口中嘅問題咩？嗱，今日有冇同學又同我哋講啦，其實而家有優化14年嘅優化咧，令到學校咧其實唔再係所有學校都知道咧佢哋嘅合格率係幾多。然而啊，其實問題嘅癥結喺邊度啊？正正就係教育局一日仲掌握住各位每一間學校嘅考試嘅數據，每一間學校都會驚，因為驚乜嘢啊？驚個教育局攞嚟作為殺校啊、分級別啊、分配教育資源嘅一個準則咯。當學校驚嘅時候，咪會再逼嗰啲學生去進行操卷咯。有同學再復述一次教育局老調重彈咗10幾年嘅一個言論嘅時候，又有乜嘢作用呢？主席、評判在各位大家好，今日有同學講嚟講去，點解要保留系統性嘅評估呢？就係在於佢哋覺得要掌握到學生嘅基本能力嘅數據係非常重要。然而教協嘅報告已經指出咗，其實有2成小學咧喺小一嘅時候咧已經開始操練，7成嘅受訪老師咧同我哋講，學生咧必須要靠操練先至可以應付到試卷嘅要求。由此可見，其實評估反映嘅係乜嘢啊？正正就係大量嘅做試題之後產生咗嘅失真嘅基本能力啊！結果咧，教育局見咁多人合格咯，咪以為佢哋覺得個目標係太低咯，咪將問卷越出就越深咯，但係越深又越操練嘅時候，形成咗乜嘢？一個惡性循環。以中文閱讀表為例啦，喺答題時間不變嘅情況底下咧，14年嘅字數已經係較04年足足增加咗6成1，可見嘅係乜嘢啊？學生嘅壓力已經喺時間嘅推演之下越增越大。而除咗原意達唔到同埋壓力大增之外咧，更重要嘅係學生從此就成為咗一部應試機器，失去咗自主學習嘅興趣。每日返到學校就係做試題，喺學生將沉悶同埋學習掛鈎之後咧，學生學到嘅只係一大堆嘅應試策略，做閱讀理解唔係學寫作風格，唔係學作者嘅詞藻，係學斷章取義，淨係專注睇有但是啊、然而啊呢啲有轉折意味嘅句子。點解？因為好大機會會揾到答案咯。一種考試為本、成績論英雄嘅風氣嘅結果亦都相當諷刺。2011年全球學生閱讀能力研究咧，就指出咗我哋嘅學生擁有全球最頂尖嘅閱讀能力，但係嘅閱讀興趣嘅排名咧就係全東亞最低。可見係乜嘢啊？根本做緊嘅唔係教育嘅原意，唔係培養緊學生自主學習嘅興趣。其實有可能想幫學校咧改善教學、改善學語教咧，但係可以唔使用系統性評估，可以用而家行之有效嘅外評。透過查簿啊、查卷啊、睇堂啊，全方位咁檢視到而家嘅教育成效，更加能夠睇到考試以外嘅嘢，例如係學習氣氛、
而除咗內容更加全面之外咧，外評咧亦都比呢一個系統性評估更加有針對性。因為點解啊？系統性評估係忽略晒學校嘅學習嘅氣氛啊、學習嘅水平啊、教學嘅策略，但係我哋呢個外評咧就能夠更針對性，針對每一個學校、每一個獨立嘅個案咧俾出建議。就想問下有關同學，當系統性評估嘅副作用多，政策目標又達唔到嘅時候，保留呢個試意義何在咧？多謝各位。教育
佢哋會攞嚟做排名、殺校，甚至乎資源分配一類，通通都唔會解決。更甚嘅係呢個根本唔係謠傳，原來有學校指出，即使今日原來系統性評估成績喺學校評量之中剔除都好，教育官員今日去學校做校外評量嘅時候，同個校長講：喂，你系統性評估嘅成績唔係咁好喎，督促佢改善喎。有方同學換着你係校長，你擔唔擔心喎？究竟呢個仲係唔係謠傳咁簡單呢？當今日呢個壓力一直存在嘅話，有方同學根本唔能夠透過系統性評估去理解究竟香港學生嘅基本能力去到邊。點解？因為現況係只要呢個壓力一直存在，今日小三嘅系統性評估佢要由小一開始操練，講緊係要不停去補課啦，要做好多個 journal 翻嚟啦，做嘅係不停嘅試卷。我方唔明喺咁嘅情況下，你考緊嘅係真係佢係3年以嚟喺基本嘅課堂上面學到嘅能力啦，有一個係操咗3年以嚟不斷操練嘅結果，只係純粹因為佢記得晒背晒所有嘅應試技巧咧，咁樣係咪真係仲能夠測試一個學生嘅能力咧？更甚嘅係，如果佢哋咁樣操練出嚟得到嘅成績，就算教育局攞到又如何？係咪代表佢哋操練完之後全部都達標啦？就等於教育局嘅課程太次要調深咧？點解話係當今日全省都達標嘅時候，教育局不斷將基本能力嘅測驗卷去調升㗎，調到咁難嘅程度，去到甚至乎要25分鐘一個小三嘅學生做3篇嘅閱讀理解。我講唔明喺一個咁深嘅試卷底下，係咪又話俾我知，因為呢個試卷太深啦，佢哋做唔到，就係等於學校即係等於教育局嘅教學嘅模式係太過深，要調前咧，根本唔能夠反映。何況如果你要幫嘅學生，即係幫學校睇下學生嘅表現，更加係應該根據翻學校本身嘅情況，每間學校學生質素唔同，教師嘅教學進度理念都唔同，唔係更加應該根據學校本身去訂立一個校本嘅平衡，先更加能夠幫到學校真係睇到學生嘅弊處喺邊度，從而去改善呢？有班同學講外國例子，今日正正就係美國、澳洲都有做，但係原來人哋同我哋一樣都有咁大壓力問題，人哋嘅教師都同我哋講要反對、要取消。如果有班同學覺得我哋應該要參考外國例子，我哋更加應該同外國一樣，今日唔應該再行系統性評估啦。本身一個小學生，佢可能早翻半個鐘頭翻學，遲翻半個鐘頭，可以去遊下校園，可能老師同佢解釋下，原來呢啲嘢翻到算為香港朋友，可以花啲時間同學校識、同學相處，同老師去講佢嘅學習上嘅問題。但係而家咧，翻得嚟嘅呢1個鐘頭，全部攞晒嚟操練嘅時候，我方想問，究竟你期望呢個教育制度底下帶出嚟嘅係一個淨係識得考試嘅一個考試機器咧，定係話真係一個渴求知識、希望去追求真理嘅一個學生咧？多謝各位。主席評判各位大家好。咁有可能之所以要全面取消全港性系統評估，第一個原因咧就係誤解。誤解咗點解？誤以為全港性系統評估屬於高風險評估，即係話以成績作為排名。但睇翻現況先，全港性系統評估係屬於低風險評估，即係話佢得出嚟嘅成績只係反映翻學生喺學習上嘅難處同埋有啲咩強項，從而加以優化。當你見到原來兩者性質分別咁大，係點解今日有方同要嘗試混淆視聽？蒙蔽雙眼，逐個位話要全面取消，呢個做法係咪合理咧？從一個角度嚟睇，其實其他國家都有做類似嘅方案。根據全民教育全球監測報告指出，由1995年至到2006年，全球以嚟多個國家都有做類似嘅方案，由原本11個百分比提升到68個百分比。當中原因就因為世界各地政府都明白佢哋有責任收集數據，呢數據攞嚟做咩？就係改善教育嘅政策，優化學與教育。當你見到越嚟越多國家都有做，但今日可能嘗試全面取消，係咪想香港從呢個教育嘅制度上慢慢倒退？當你見到操作方面係真係有少少問題，咁我哋咪加以優化、加以改善咯。有方同學唔改善都唔肯做，呢個係咪正確嘅態度咧？比賽到呢刻，麻煩今日方學範以下兩大錯誤。第一，今日有方同學義父同我方講到話教育局咧嘗試警告啲學校，但有方同學搞清楚先。教育局嘅手法做錯咗，唔等同於全港性系統評估員做錯喎。當你見到操作方面有問題，咁我哋咪應該寫多啲嘅反建議，寫多去多啲遊行同教育局話，喂，你咁樣做唔啱喎。但係唔係全港性嘅問題錯啊嘛。咁有可能唔好嘗試將所有嘅錯，將所有嘅罪行推晒全港性系統評估，咁樣對全港性系統評估非常之不公。第二，今日有可能同我方講到話咧，冇任何優化方案。其實我哋睇到原來全港性系統評估
得出嚟數據，真正可以幫到學生喎，可以帶出佢哋，可以喺學生嘅層面身上，可以俾你盡早知道自己有啲咩問題，有啲咩強項弱項，從早解決。唔通今日我方法難道認為盡早俾學生知道自己有啲咩問題，呢個都係一個錯誤嘅方法，呢個究竟係咪正確咧？在座各位根據公開大學副校長李榮安、中文大學教育學院政策教授何永珠、香港資助小學校長主席梁兆輝都指出，教育局老師可以善用全港性系統評估大啲數據，隨時知道學生有啲咩問題。對學校嚟講，可以知道教學職能、了解教學方針；對教育局嚟講，可以有咗評估嘅數據，可以知道學生嘅難處。當我哋見到由微觀去到宏觀都對香港政府有利，點解今日可能取消咧？更何況其實教育局都知道有問題，都知道市民點解會誤解咗10年，就係因為之前冇優化措施咯。所以到2014年，我就增加咗唔同優化方案同埋釋除誤解，就好似話將全港性系統評估嘅成績從學校外表現脱歐，一旦同佢消除咗排名效應，更加會有更多嘅互動平台，慢慢釋除誤解。當你見到優化措施，佢做咗唔夠1年啦，今日方台連成效都見唔到，好校都未發揮最大作用，就各位講話冇用，呢個係咪合理合情合法咧？還請我方案同埋以下時間一一論證，多謝各位。問題嘅症結所在究竟係在於評估機制本身有問題，
同學話全面取消全港性系統評估，即係認為呢個評估機制係完全冇價值。不過根據考評局2015年發表嘅全港性系統評估概覽指出，全港性系統評估得出嘅數據係能夠促進學校學教嘅效能，透過分析各個學習範疇嘅數據，等學校可以全面了解學生嘅強弱項，聚焦學生嘅學習難點，老師更加能夠審視同埋修訂日常課程嘅教學，鞏固學生嘅基本能力，提升學習效能。當全港性系統評估呢個階段性評核能夠提供有效嘅回饋俾學校同埋老師，輔助學生學習，取消評估，老師仲點樣得知學生嘅基本能力呢？第三，今日我方問有方同學取消呢個制度之後，仲有啲咩反建議？一副出到嚟同我哋講話做愛評，但原來做愛評反而會增加學生嘅壓力，然後退啦。二副又出到嚟同我哋講做校本評核。其實我方今日唔反對兩者根本冇衝突，反而仲可以雙軌並行。但點解今日我哋咁堅持要做全港性系統評估啊？係因為教育局去做就可以有一個公平嘅平台，用教育局嘅標準去量度翻學生嘅基本能力，將全港嘅數據統一整合回饋翻俾學校同埋老師。呢啲都係校本評核做唔到嘅。在座各位，評估就好似一把雙面刃，係一個中性嘅工具，用得好就可以幫我哋優化學習效能，用得唔好就可以造成壓力。但點解今日我哋明知用得好，點解明知用得唔好，點解唔應該學翻點樣用翻好，反而要掉翻馬刀呢？我方提出嘅外國經驗唔係要去論證點解人哋國家有，我哋香港就要隨波逐流，而係想同在座各位講，一個負責任嘅政府係需要一種全面而且有系統嘅評估去監測翻學生嘅學習進度、能力，從而去調整翻個課程。若然有方同學要取消，係咪真係認為政府只係需要依靠綜合文憑試呢個總結性評估，一刀切就可以評價到學生嘅能力呢？最後比賽嚟到尾聲，希望在座各位同有方同學都可以真真正正從學生嘅角度出發，為教育出一分力。多謝各位。考方業定時較為3分35秒，超時6分9分。而家請正方調查。有4分鐘嘅發言時間，請問老師係咩程式？求學不是求分數，以前成日都咁講㗎啦。不過原來咧，依家興國有個講法嘅，佢咁講嘅話：求學不是求分數。主席、評判、隨位大家好。點解而家教育俾人咁諗嘅咧？點解讀書係變到咁低層次，淨係為咗分數？唔係講緊以前崇高嘅理念，因材施教，有教無類咧。嗱，確實喺現今呢個咁嘅制度底下咧，真係做唔到因材施教。我哋見到政府雖然係有俾啲教學指引，可能講少一啲學咩，少啲應該學啲咩，但係從來都唔係強制性。點解啊？因為講得好清楚，每間學校本來有唔同嘅理念，師資唔一樣，用嘅教學方式唔一樣，有啲可能多啲戶外教學嘅，有啲可能中意體驗嘅，好多唔同嘅方式。而更甚嘅最重要，本身學生嘅質素、吸收能力都唔一樣。你點能夠同佢講話小一一定學晒呢樣嘢？如果佢本身可能有啲嘢係學得唔夠好嘅，可能小二嘅時候再加咯。但係若然你今日已經加咗個全港性統一嘅評估，小三一定要做嗰樣嘢，中三一定要做嗰樣嘢嘅時候，點改啊？原本好靈活嘅一啲教學模式，通通全部俾你僵化晒。以前咧小學嘅時候咧，可能中英文咧，可能做多啲角色扮演，攞住本故事書啊，同學你做下呢個，我做下呢個。喺學習語文嘅同時間，亦都能夠了解到每個角色唔同嘅思考與感受。等同學仔，至少1至星期5翻完學之後咧，禮拜6日都想同爹哋媽咪講，可唔可以帶我圖書館？我想借多啲故事書嚟睇。呢啲先係真正嘅自主學習，呢啲先係真正教育想我哋做到嘅嘢啊嘛。但係咧，如果今日已經變成做係每日要翻學去補課嘅，可能朝早7點半已經翻到學校，好啦，補，以為放咗學嘅時候，原來補課補到5點先走，翻到屋企咧成台都嗰啲補充練習，根本你成日淨係沉淪於喺嗰啲補充練習身上，根本你就體驗唔到學習到啲乜嘢咧。對於一個小一嘅學生嚟講，初讀書，原來佢哋知道學習咧就係咁枯燥乏味，學習咧原來就係要操卷，因為咁多日上堂，老師就同佢講35分鐘嘅時間，25分鐘做完啦，剩低10分鐘對答案背完佢，下次再做過。一睇一篇文章，以前我哋逐嗰隻佢哋睇㗎嘛，小學嘅時候已經唔係啦，一睇頭尾兩段，睇有冇審美觀念先，答第一題。中間但是啊，雖然啊有冇啲字眼啦，揾完之後答埋第2、3、4、5、6題。對佢嚟講，睇一篇文章咧，其實完全係一種分拆式，可能最後尾25分鐘做4、5篇嘅閱讀理解，佢根本唔知成篇文講乜，因為冇時間嘛，咪淨係睇呢個主題句，淨係睇中心思想，咁就答完成份卷。到底咁多年嘅學習生涯入面，佢為嘅啲咩咧？淨係識嗰幾份卷咯。將來出到去社會，佢可能問翻一句：呢啲嘢我又考過，我應該要識嘅咩？在座各位，教育局其實成日都同我哋講話，要講話原意，我都唔係唔知啊。但問題當你一考一個統一嘅試出嚟，大家就會諗啦。如果你真正想針對性幫學校去改善教育質素嘅時候，點解唔係用愛評咧？更加完整喎。由一開始咧
播講議程記錄佢會睇，老師點上堂用咩方式去上堂咧？會觀課，去最後尾學生係咪真係吸收到啊？會查補，成個過程先係更完整，甚至乎可能做埋訪問，想知道家長啦、學校啦，同埋以至係學生之間嘅關係，影響佢嘅成績啲嘅學習嘅興趣，呢啲先叫完整嘛。點解反而係一刀切嘅小三考個試、小六考個試、中三考試就知道你所謂嘅基本能力咧？咁我成日都話會改啊，會再優化。問題根本教育根本而家唔知道呢個叫深嘅程度嘛。當大家一齊操3年，小一開始操，小三考份卷，大家一齊合格嘅時候，政府就覺得啱喎，原來呢個標準大家都過到冇問題啦，反而係再加深添。又何來會令到你本來所講教育知㗎啦，會優化咧？今日副教協嘅副長甚至乎同我哋講話，佢間學校有啲教育人員嚟到，佢同你講話，喂，呢個水平嗰個評估成績差地喎，即係你要再改善下。咁有可能你話14年左右啊，點解15年6月教育官員會講出啲咁嘅説話咧？有可能成日講誤解呢件事，一間學校誤解，兩間學校誤解，全香港嘅所有人都係誤解，全香港嘅所有中學嘅、小學嘅老師全部都係搞錯晒，係咪想同我哋咁去理解咧？在位白苗助長嘅故事，我相信大家都聽過，就係以為可能掹高啲咪生得快啲咯，但係最終呢，原來啲苗死晒。不過咧個農夫都好啲，可能再種過咪算咯。但係今日學生，我哋扼實咗佢黃金時嘅一個學習自主性、興趣嘅呢個培養嘅時候，我哋仲可以點培翻呢個係人生俾佢哋咧？多謝各位。正方結變化嘅時間還是新人化沒有冇過時，所以扣分。而家有請姚志文先生為我哋嘅評。首先我講就係咧，賽會邀請我嚟做評判啦。咁我會覺得呢場比賽咧有啲好基本嘅嘢，我覺得我好想同大家談，因為我會覺得令到呢場比賽變咗一場好虛嘅比賽，即係呢啲好基本嘅嘢。即係我會覺得就係大家首先即係有條主線嘅設立，應該係建基於一啲好實淨嘅理念。咁我哋即管檢視下今日雙方喺處理佢嗰嚿立論基礎嘅時候有啲咩功夫咧？嗱，首先正方，嗱我先唔去討論究竟用一個誤會、用一個誤解去作為你嘅立論基礎係好定唔好先。我而家討論嘅就係你究竟處理呢個立論基礎上面，究竟處理得好唔好？第一樣嘢，你個誤會，你成日嘅誤會即係同我講話10幾年以嚟，我個學校已經唔會做，點會冇誤會？咁我好想去問呢樣嘢啦。咁你個誤會係源自於啲乜嘢嘅咧？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呢個誤會究竟係咪咧真係即係點樣引申出嚟嘅咧？即係會唔會係真係你話佢真係有曾經教育局有試過用呢個考古團體嘅成績去做一啲嘅教育資源嘅分配咧？又或者唔好話佢用呢個教育嘅指標去做參，即係唔好用 TSA 嘅成績去做呢個嘅分配資源。佢有冇參考嘅？曾經咧淨係參考過嘅先。今日我一個名都聽唔到，你就話有呢個誤會出現。咁我就好質疑呢一個誤會嘅出現係源自於啲乜嘢？或者係咪真係咁普遍？即係你話俾我聽好普遍，但係究竟呢個誤會係點樣令到佢咁普遍？即係呢個我會覺得你作為你嘅立論基礎，我覺得太馬虎。原諒我用詞咁兇狠，真係好馬虎。即係我會覺得你係應該解釋下呢個誤會究竟係第二樣嘢，即係誤會係咪真係咁難解決咧？你又冇同佢探討過，或者至少對面今日提出一個反方案，就係話咁用改良個方案咯。咁樣改良方案點解唔得咧？你都冇好具體咁去回應。咁我就問呢一個作為你嘅立論基礎，你咁樣去處理，究竟係咪合適？究竟係咪一個即係一條合理嘅主線應該有嘅咧？我即係其實我一路做評判一路評分嘅時候，我對咁樣嘅處理係非常嘅詫異。至於反方咧，我都會有呢種嘅感覺嘅，就係咧今日佢成個嘅立場嘅基礎都係同正方一樣，係源自於一個誤解嘅。咁呢個誤解係可以解決嘅。好啦，咁姑勿論究竟係咪真係解決先？成個2014年嘅優化方案嘅具體內容，你只係得個第2副辯講咗3句，咁樣去處理成個基礎究竟合唔合理？即係話呢個方案可以改善嘅。咁點樣改善咧？佢誤會點樣引起？你亦都冇去詳細咁去分析，即係話有誤會，咁咪解決咯。咁你個誤會係解決到定解決唔到？引申出嚟嘅即係佢誤會引申出嚟嘅後果係啲乜嘢？完全冇講過，純粹只係呢邊就話喂，咁誤會啊，咁學生好大壓力。呢邊就話唔係，咁咪解決咯。成場結果嗌口號，我去聽完佢一副之後咧，我完全冇寫過任何嘢。我會覺得呢場比賽我係失望嘅，係啦，特別係咁嘅牌面。
咁我會覺得係雙方喺處理立論嘅基礎上面，我會覺得係有好多地方係必定需要去改進。我唔去講邊隊贏，但係我會覺得咁樣嘅主線係行唔到落去。即係特別係當你嘅處理係咁表面嘅時候。咁具體入邊嘅內容咧，我諗正反雙方我會各俾一啲嘅意見啦。首先正方我自己就會去探討一個深入少少嘅問題，就係究竟將一個誤會變成一個立論基礎，係咪真係一個好事咧？嗱，我覺得可能你會有好多資料可以用，但係調翻轉去問就係一個誤會引起誤會嘅政策，就需要取消呢個推論，係咪真係咁多人都可以接受？其實我會覺得你與其係咁，不如你將結辯啲嘢擺上嚟啦。你結辯即係探討究竟嘅計係一個雖然即係香港係咪即係需要一啲一個統一性嘅一個全港一齊應考同一份卷嘅一個政策，即係一個嘅考試制度。咁呢個係咪呢個嗱？呢個我覺得可能對你哋深少少，或者翻嚟最基本，你哋主辯列出咗兩個嘅目標。第一個就係檢討教育局嘅教育政策嘅成效。第二樣嘢就係學校用嚟做一個參考，就係反映學生嘅基本能力。先講第二點，難道而家啲學校冇咗 TSA 係唔知學生嘅基本能力嘅？係咪咧？呢個係咪現實咧？係咪真係一定要有呢一個政策，有呢一個校本評核，佢有呢個全港性嘅系統評估，而且一路講咗全港性嘅系統評核，先至學校先至會突然間噔一聲，我知道啦，知道發生咩事。我會覺得呢個係好荒謬嘅。好，第二個原意檢討教育政策嘅成效。首先，究竟教育局有冇真係攞過呢一啲數據出嚟做一個成效咧？做一個檢討教育政策嘅指標咧？我會覺得你可以翻查不同，即係翻查呢個大嘅教育政策嘅文件嚟教佢有冇真係用過呢啲嘅政策，用過呢一嚿嘅成績去做咧？我覺得其實反方都舉唔出嘅。你問佢曾經用過乜嘢嚟去做，即係佢自己都講唔出。好啦，咁如果你都最後係冇嘅時候，咁你成嚿嘢係廢嘅喎。我會覺得咁樣仲直接。總好過你話咁你誤會啊嘛，咁人生學生好大壓力係取消，我會覺得相對係比較弱。而且第二樣嘢，你透過去質疑咁啊反方作為咗一個政策嘅捍衞者，你透過質疑呢個原意，其實你將個壓力全部俾翻晒佢。咁我會覺得即係呢一個，即係我自己覺得啦嚇，呢個策略會唔會係好啲咧？會幫到你多啲咧？唔使咁辛苦咧？第三樣嘢，你個反建議個外評。如果考評局佢真係要做瓜你嘅時候，sorry， 如果教育局佢真係要做嘅時候，佢都可以攞住你外評嘅成績去做嘅，即係佢有晒你嘅卷，有晒你嘅成績。咁如果佢真係要排一個次序嘅時候，佢總可以排到。即係我會覺得就係究竟話，因為有學校，即係翻返嚟最基本嗰個訊息就係、是，甚至其實你話 DSE 咁樣，佢都可以睇到晒呢啲成績。咁我就係問啦，究竟教育局如果佢真係要全心用一個指標去排凳仔嘅時候，究竟係咪冇咗呢一樣嘢，就唔會出現排凳仔嘅情況？我會覺得呢個你都係即係建立你嘅反建議嘅時候，你需要去諗一諗嘅東西，會唔會同你自己本身嘅論點有啲矛盾？但我唔敢好實在咁話係，即係外評係一定會係咁，但係我會覺得呢啲係我哋質疑嘅地方，咁你係需要去準備好回應。好，咁至於反方，反方我嘅感覺就係、是、第一樣嘢就係講咗處理嗰個嘅。即係處理咗嗰個優化方案，處理得好 OK 啦。咁第二樣嘢就係我會覺得你嘅內容係比較嘅零碎，即係我諗零碎嘅就係在於我聽唔到一個好大嘅 message， 就係話我聽點解呢嚿嘢係需要去保留。你真係話到俾我聽，你講嘅嘢真係話俾我聽。好啦，咁呢嚿嘢你正方講啲問題全部都唔關事嘅，咁又冇乜嘢特別，咁咪保留咯。我唔反對呢個係一個可取嘅進步，但係係咪可以做多少少去具體話到俾我聽，究竟呢嚿嘢究竟對我哋嘅學習有咩幫助咧？所以今日正方、今日反方係一副講，即係講咗啲學校名出嚟，話俾我聽佢曾經因為呢一嚿嘢去改善咗啲乜嘢。咁雖然你只係呢一兩句，咁但係呢度我都已經可以盡量咗俾多咗一啲分嘅。咁我會覺得係呢啲係需要講多少少嘅東西，透過啲例子去反映翻呢個制度其實係一個有價值嘅制度。咁總好過就係話，咁你啲問題都唔係問題，咁保留咯。我會覺得係咯，都係嗰句有啲 hea 啦。咁即係我唔知雙方即係比賽點樣啦，但係個
賽果就係即係賽果，我覺得唔反映啲乜嘢，但係即係雙方喺個主線嘅基礎上面真係需要好落好多嘅功夫，咁先至可以繼續往後嘅比賽咯。